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日，旧历的3月11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放炮啊来迎妈祖，乱叫煞导火烧起来，竟然是外要惊死。这是台中汉溪妈祖廖境18庄，有民众伫街路顶放炮啊，要来迎接着妈祖。想袂到妈祖的乱叫下过炮啊堆的时阵，煞导火烧起来。这个乱叫瞬间烧甲变火球。公交的人员去互火烫着，赶紧甲乱叫断咧，都离开火场。还有一个公交的人员烧着伤。炮一直放，伫这个闹热的时刻，乱叫熊熊煞导火。第一时间伫救前的交班人员，还未发现讲已经导火啊，因为火是有够猛。后来大家才发现讲，系啊，赶紧将叫甲放落来，其中一个救班的人员因导火来受着伤。我有看到，会很危险呐。乱叫好好，哪会熊熊导火？路口监视器翕到，代志发生前的几分钟，当时有真侪信众伫路口放真侪炮啊，要迎接妈祖。想不到乱叫一个经过随导火，正常小可尔啦，啊就去码头带去，刮刮就好啊啦，无啥问题啊。爱叫嘛，照常安尼入庙。这是台中汉溪妈祖绕境18庄的活动，伫19圣庙宫乱叫要到6000宫进香发生这个意外。6000宫讲，这是因为轿卡的炮啊放伤济，加上这个轿有八仙彩加一块布料装饰，才会导火烧起来。制止它不能放，数量不能太多啦，因为怕那个新桥吼来抖会，那么热情的时候嘛是边绑起来就好啊。一个问其他救班人员，因讲即马进香有真济庙拢无放炮啊，是改用环保的礼炮车。因也是看到有信众蹲真个炮伫路的要迎接妈祖，嘛尽量提醒讲因莫安尼做。加在导火新桥火真紧就被拍花，无烧着新民，就像救班人员嘛敢若碰拍尔，无啥要紧。